今日係11月27號星期四 ，HAG 報今日推介同大家睇睇大埔宏福苑5級火，消防員捨身救人嘅故事。大埔宏福苑尋日11月26號發生5級火，已經造成至少44人死亡、64人受傷、279人失聯，包括37歲嘅消防員何偉豪喺救火期間不幸殉職。政府多個部門都表示沉痛嘅哀悼。消防處尋晚嘅 Facebook 嘅社交專頁頭像同埋封面相片都轉咗黑白色，大批市民留言感謝消防員奮不顧身、英勇救人。有市民話：每當有危難嘅地方，只有你哋無畏無懼拯救有需要嘅人，多謝你哋嘅付出。要整整齊齊收工返屋企，向香港消防員致敬。亦都有多名消防同袍喺網上發文悼念，其中有同袍發布同何偉豪喺消防學校畢業嘅時候嘅合照。佢話：我哋唔會忘記你嘅，感謝你為我哋嘅付出所有。落更啦，好好休息啵。又話一眾兄弟都會為佢感到自豪，來生再見。何偉豪加入消防處大約9年，隸屬沙田消防局，擔任細槍隊員，負責操作小型救援車，仲會執行相關滅火救援任務。有報道指何偉豪曾經任職機場特警，綽號大隻豪，其後就轉職消防員。消防處處長楊恩健表示，何偉豪尋日下午3點01分到達火警現場，喺地下負責救援，其後從3點半起失去聯絡。消防搜索之後，喺4點01分喺宏昌閣對出嘅空地發現佢，當時佢面部燒傷，隨即送院搶救，可惜喺4點45分證實不治。楊恩健讚揚何偉豪一直恪盡厥職，表現英勇，對於痛失呢位盡忠職守嘅同事感到非常難過同埋惋惜，部門上下都感到十分痛心。消防處福利組同埋心理輔導組會全面支援家屬。災難發生之後，香港消防第一時間趕赴現場滅火救援。由於災情嚴峻，喺現場停留多1秒就多一分生命嘅危險。但係英勇嘅消防員為咗救出仍然受困喺災場嘅居民，義無反顧，一隊接一隊，一批接一批咁樣衝入火場。已經有至少7名消防處嘅人員喺行動之中受傷。烈火無情，英雄無畏。感謝所有喺火場奮不顧身嘅逆行者，願各位救火救人嘅英雄平平安安。感謝你哋嘅付出，香港人以你哋為榮，多謝你哋。